高雄有一个人洗厝收到水钱单的时阵，所发现这期的水钱竟然要12000多块。落尾发现原因是出伫咧马桶24点钟拢伫咧漏水。做水电师傅是讲，马桶一直漏水，有可能一期就要3万块的水钱。建议大家伫咧水钱变侪的时阵，就要注意厝内敢有漏水的情形。对。 那当然就是大水公司人员来考大楼工程期间检查水表，高雄这位林小姐发现，洗厝所在水表转速伤紧，数字来到1000多度，这支水费账单要纳12000多块。你马桶有问题？对啊，不过看咱楼嘛是1000几2000几尔，没有这样过，所以这一次才吓到。林小姐讲，平常的生活下班洗身躯了后就困，起床搁入喙齿洗面，根本就无大量用水的机会。虽然厝内马桶有漏水状况，不过水量为14度增加到714度，也是互伊唔敢相信。那个马桶水都已经跑成这样，那个漏很大，那种水痕的话，没有500-600度起跳，不可能。 台湾水公司七区管理处派员检视了后，发现已经排除供水端漏水，也表示小大开立的是发现水费增加，就已经通知厝主，后续会当提供部分费用减免，提醒民众也是爱注意漏水状况。高雄所也派员现勘，发现用水度数又突增633度。那林小姐现场也提供马桶漏水影片，那本处请其要尽速修缮。 水电师傅也建议民众，若发现水费增加，注意水道头敢是有关暗，也爱注意马桶水箱敢是漏水，因为这是加护漏水热款的状况。第二是检查热水器水管敢是有泄漏，因为遮看袂到所在24点钟一直漏水，累计水费真可观。记者综合报道。